近日多間中小學參加內地交流團後出現急性腸胃炎症狀，位於青衣嘅保良局羅傑城1983中學有120名中五生日前出發參加肇慶交流團，部分師生於途中出現嘔吐及發燒等病徵，有18人需在當地送院求醫，診治後情況穩定，其中8人對諾如病毒呈陽性反應。校方指已即時通知教育局、衛生署防護中心及相關家長，並啟動危機處理機制，包括消毒旅遊巴、調動房間以防止交叉感染等。而肇慶市相關部門已派人員到醫院了解及協助。諾如病毒常引致急性腸胃炎，亦係食物中毒嘅主要成因，通常與食用未經煮熟嘅貝殼類海產有關。人們可以接觸被感染嘅人，食用或飲用受污染嘅食物和水，接觸患者嘅嘔吐物或糞便等感染諾如病毒。諾如病毒嘅潛伏期通常為12至48小時，症狀包括嘔心、嘔吐、腹瀉、輕微發燒等。只要患者補充足夠嘅水分及休息，並提供輔助性治療，一般可以於1至3日內自行痊癒。現時沒有疫苗預防諾如病毒感染，市民應採取一般預防腸胃炎嘅措施，保持良好嘅個人衛生，經常保持雙手清潔，尤其係喺處理食物或者進食前，以及如廁後，如果發現發燒、嘔吐、腹瀉等腸胃炎病徵嘅人士，就不應上班或上學，並及早向醫生求診。今日嘅節目到呢度，我哋下星期再見啦。